一架5萬級別被低估嘅雙門性能小鋼炮——福特嘉年華 ST。唔係40萬嘅 GR Yaris 買唔起，而係5萬蚊嘅嘉年華 ST 更有性價比。一般呢啲大字母嘅車都係好撚惡嘅，1.6T 182匹240牛米，1.2噸嘅車身，依然都係呢個6速棍仔，就係我上期介紹嘅科克斯 ST 同門師弟。但我認為嘉年華 ST 更加好砌，雙門設計，夠晒惡嘅車頭，出色嘅底盤設定，點軸距，轉向精準，賽道跑身都係咁耍家。到車內同樣都有卡路代工嘅座椅，呢個精華6速棍仔都係一圈多啲嘅轉向，但係呢個動力嘅響應就好明顯。純粹背後嘅必然取捨，缺點都好明顯，毫無舒適性啊！空間局促，而且油耗高，正係因為呢啲嘅唔妥協，先令呢架嘉年華 ST 成為最純粹嘅駕駛機器。嘉年華 ST 注定唔係一架普通嘅家用車，而家二手行情5到8萬，價錢都係一車一房一配置。今日揸緊呢架5萬零蚊就有交易啦！各位鍵盤俠睇路啦，有意見評論區見。我可以講，嘉年華 ST 絕對係一架被嚴重低估嘅性能小鋼炮。如此小眾嘅車型，注定咗佢呢個慘淡嘅命運。當年新車售價18萬，銷量肯定差。但係今時今日，我哋唔需要望而止步，可以大膽出手。鳩視推薦程度5粒星。今期鳩視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期推薦更多好玩嘅車型。拜拜。